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又翻到嚟問你睇乜溝咋？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開心 share 下呢套由 A24發行嘅恐怖電影《還魂》嘅觀後感啊！咁故事又講述主角 Andy 同佢阿妹 Piper 啦，兩兄妹喺老豆意外死亡之後咧，就被人送去一個新嘅寄養家庭收養。而呢個寄養家庭咧係由一對母子組成嘅。呢個新嘅養母咧，除咗對患有視力障礙嘅細妹情有獨鍾之外咧，佢個仔嘅行為咧同精神咧，亦都係表現異於常人嘅。而 Andy 更加發覺呢兩母子嘅行為咧，越嚟越唔尋常啊！而故事就係隨住 Andy 越嚟越強烈嘅不安感咧而展開噶啦。咁喺正式講下個觀後感之前啦，如果大家係第一次睇呢個 channel 咧，呢個 channel 每個禮拜都會更新短片啦，同大家分享下遊戲、電影嘅評測、觀後感等等噶。每個禮拜亦都會固定直播啊，咁所以如果你係中意遊戲、電影嘅話咧，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嘅全部啦。咁喺出片嘅時候咧，又會有新嘢通知大家。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啦，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咧推廣出去噶，多謝大家嘅支持啊！咁作為 A24 發行嘅恐怖電影啦，今次呢套還魂嘅劇情咧，比我想象中係更加直觀嘅，冇乜以往嗰種詭秘懸疑嘅感覺啦。因為基本上由電影個名啦，再加上電影頭5分鐘嘅開場咧，就已經大致表達咗電影嘅主題啦，以至劇情嘅去向啊。而且今次呢套還魂啦，喺整體嘅詭異恐怖感上面咧，亦都係比以往減少咗噶。即使佢個主題係關於啲 V 運嘢、靈異嘢都好啦，但係對於呢件事啦，甚至係呢個儀式嘅描述咧，都係相對上好少嘅啫。雖然喺角色設定上啦，係有加強咗少少不安感嘅，因為呢套戲兩個主角嘅設定咧，都係必須寄人籬下嘅青少年嚟嘅。佢哋兩個嘅身份咧，本身已經係相對弱小啦，同時又要面對成年人嘅操控啦，甚至係社會體制咧，都係規範住阿 Andy 咧保護自己阿妹嘅權利嘅。而且觀眾一開始咧，其實已經好快用咗呢兩兄妹嘅視覺啦，去投入到呢個古仔當中啊。當佢哋第一次要面對陌生人，又要寄人籬下嘅時候咧，係好無助嘅。咁喺套戲入面咧，阿妹係視障人士嚟嘅，而大哥 Andy 咧就成為咗一個主導同埋分辨危機嘅角色啊。而大哥 Andy 咧喺外在行為上咧係表現出一種保護者嘅姿態啊。至於養母 Laura 嘅目的同埋行為咧係相對清晰嘅，雖然都稱唔上係好正常啦，但透過佢個角色帶出嚟嘅不安或者詭異感咧係好少嘅啫。佢都只不過係不停做出唔同嘅 PUA 行為啦，去影響兩個主角啊。但係實際上嘅威脅啦或者令人不安嘅感覺咧係唔多嘅。相反，今次成套戲帶來最不安啦、最令人不忍直視啦，甚至係令我最坐立不安、產生焦慮感嘅咧，就係由呢位小演員 Jola Van Phillips 飾演嘅養子 Oliver。相較於養母嗰種精神層面嘅操控咧，今次呢套戲最不安嘅部分咧，都係由呢個養子嘅角色咧引起嘅。由第一幕啦，佢背影抱住隻貓咧，嗰種不自然嘅骨骼動靜啦，已經感覺到嗰種 creepy 嘅感覺噶啦。咁呢個角色啦，雖然係冇乜對白嘅，但係透過演員嘅姿態行為啦，係無時無刻都有一種若隱若現嘅威脅啦，同埋不安感嘅。去到中後段嘅血腥自殘場面咧，更加係越嚟越不安嘅。咁而呢度咧，我覺得不得不讚嘅咧，就係佢啲化妝同埋特效啦，真係做得好出色啊！比好多賣弄血腥嘅3級片咧，係嚟得更加逼真嘅。加上不停嘅自殘傾向同埋演員嘅肢體動作啦，的確係令我睇到有少少反胃啊！咁本身嗰晚咧，我去睇嘅時候係未食嘢嘅，咁其實已經好肚餓啦。咁但係睇完套戲，發覺咧係已經冇乜食慾噶啦。咁而喺劇情上啦，我覺得係欠缺一啲伏筆鋪排咧，去增加懸疑啦或者恐怖感啊。好多嘅伏線咧都係冇乜延伸咁樣去講啦。例如養母喺喪禮上面心理操控 Andy 嘅部分啦，點解佢會知道 Andy 嘅恐懼係源自於佢老豆嘅咧？甚至乎見到老豆個口嗰一刻咧，係見到佢死嗰一刻個樣嘅咧。就算係儀式方面嘅伏筆啦，亦都係比較單薄噶啦。除咗一開場嗰幕同埋零碎嘅片段交代之外咧，就並冇作任何嘅延伸啊。咁對我嚟講啦，套戲嘅不安感咧，大部分都係源自於養子啦嗰種唔穩定嘅行為同埋情緒，加上不斷自殘同埋血腥嘅場面造成嘅，而唔係透過一啲劇情伏筆咧，令到張力產生帶動恐怖嘅感覺俾觀眾啊。咁呢一點咧，算係我今次覺得比較失望嘅地方嚟嘅。咁最後嚟個例牌嘅總結比分啦，咁我會俾呢套還魂咧C+嘅。咁呢套戲咧俾我嘅恐怖同埋不安咧，主要都係源自於佢喺觀能上嘅衝擊啦，喺劇情上係比較直接嘅，並冇將一啲令人好奇嘅內容延伸咧，去令人產生懸疑恐怖嘅感覺啊，同我先前嘅期望啦係有少少落差嘅。咁但係總括嚟講啦，都係一套可以一睇嘅恐怖驚慄電影嚟嘅。
咁大家睇咗呢套還魂未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。咁而且都睇到呢度啦，就幫手俾翻個 like 啦。咁我每個禮拜咧都會更新短片啦，同大家分享下遊戲、電影等等嘅。如果你都係中意遊戲、電影嘅話呢，就記得訂閱啦。咁下次再有電影或者遊戲啦，再同大家開心 share 分享下嘅。咁我係 Jerman 嚟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